바든 점배 왕보 양해 매배종 님은 미세 주배 뒤지 대점네 최근님 버는 양당 버는 장주바 동바 샤기도 샤블라 근자자 인도섬상제 담제제 뭐 어르당 김부를 장주 고려저와 여러 왕보 바라가마베 샤비들什么 해봐봐라 고스분 그 바침배 장 살신教授就现在吧대도 소로 하나 남가당 냠배 심제 탐제 남제 라나메바 자와서 배상제제 고마라 진행 장고 버려서 대제도 담배제사 뭐 냠벌지오 냠도 삼바 청주조도 샘제바 원도 언제네 삼바르쇼都能够成就解脱遍知的佛果，请带着这样的菩提心而来听闻。강선불자의 죄네 카라공중견제래 좀 두두짜니만데 해봐라 도마르게와 바르도게와 타마르게와 때 넘바 숨도 해봐래 당부 레버트네。我们这一次讲解的是卡拉拱琼大师所写的《炼心72劝》，那么其中有初善、中善跟后善三个部分。那我们已经讲过了初善，接着是继续中善的部分。而中善大部分的内容呢，也都讲过了。다게롱 게주 게니다 니데나 소바타 추름자마 야보스나 토고네 대마도 토고 말이 대임도 추름자마 송시 앙송아네 我们说要得到人天的要投身到人天的善道，最好的方法是透过了布施。然而要得到暇满难得的人生呢，那就必须要透过持守戒律。所以无论是领受好好的持守出家戒，就是比丘、比丘戒、比丘戒、沙弥戒等等，或者是很好的持守居士戒，也就是在家戒。所以这里说珍宝戒学乃暇满人生因，尽己之所能，无垢尽守吧。예바토라레라네 계속 남게 매베네 예바 탐제 중에요 창당 변매 봉시앙 코인 예바다 디보 탐제 중에 저 직디 창을 창게 셈 네네 저 정아래 저데다 루데 개바이나 변매를 잡아 루데 변매이나 개바를 잡아 대래 디보 탐제 중거래 대다 봉시앙 송接着扰心及伤身，智得者所会，一切过患根久复皆舍吧。所以在这里提到了一切轮回过患的根源有两个，首先第一个就是酒，那么第二个是这里提到的是妇女，然而这是针对男性修持者而说，那么妇女会是障碍修持是一切过患的根本。然而对于女性修持者来说，这里的妇可以指的就是男性可以说是夫，那么男性也会成为这个女性修行者的一个障碍过患。차보다 인지인 노래요래 살고있음지 되네 인지인 사람한테 살고있음을 해서나 쉬지 발시체도 제일에 방고래 해서 接着说于诸女徒众善意若过甚贪心佯作悲爱惜正法吧。
那在这里指的是，无论是对于异性那么的一种贪着，和对于异性的一种悲心，这两者是很容易搞混的。所以这里说余诸女徒众，或者说男性是对女性，女性对男性来说，等等。如果你善意过甚，就是变成是贪心的话，那么有的时候贪心就会佯作装成是悲心的样貌但这样子其实是障碍你佛法的修持的。那到了东了这些呗，你们找人找到了，就当什么嘛些，把我们拿下来解决啊。可那东了包都没把要的，这咱们这个就你们把的，这你们把的没把说都那都要了，这个嘛的上面，这个咱们嘛是把，他说特别你把明年样突击黑上面个，拿下来光过的，拿下解决啊。接着消灭诸烦恼，治苦大敌时，莫惶惶不安，自信叹叹吧。这里是说，当轮回中的各种的大苦苦是非常的多的，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烦恼。所以当你在要降服你的烦恼的时候，记得莫惶惶不安，就是不要害怕，就算你现在没有能力，也要有自信，坦坦的去面对它。那也这样子啊，这个的早上你们把你现在你们把它帮来了的，好像现在你们把的老西这个的老不西吧，他把了住出来那些个老西这个的，这老西人把好可能让来写了推上公司写了给呢，这老西人把好过上都可以养住的，帮来了我写了的。事实上，我们说消灭你的敌人和消灭自心的烦恼，这两者相比之下，消灭自心的烦恼是更容易的。原因是，其实烦恼它就只是一个你内心的一种叫做颠倒的妄念那么换句话说，就像是把绳子误以为蛇是一样的这样的颠倒妄念。所以，当你透过了佛法，对于佛法的闻思修，那么你的这样的闻思修的智慧开启的时候，很自然你这种错误颠倒的妄念它就会消失。今天的这些没法说个什么，可是那个突那样，然后马上把推这个最让了，今天这个联络，然后最那些应该要的。但是消除面对世间的一般的敌人，你会发现，现在你可能说好，我暂时把它消灭了，但是没多久，未来他可能又会回来报仇那可是这边让你没法说出那样，然后台湾这边也给没忙不要，同时给样子那些应该要的。就算说你这个敌人，你真的把他给消灭了，但是呢，可能之后又会是他的朋友，或是跟他有关的人又来找你寻仇。然后是这有说是就这个，他们这让给没法说突那样，然后都全部才没法说突那样，这这没法说这个，那你个样叫什么样话是我都很讲过的，我特别长的要嘛的。如果你说我不怕这个，我力量很大，这个权力是很大的，所以我可以把所有跟这个敌人仇人相关的一切的人都杀死或消除。但是你别忘了，你这样子的杀害消除的果报，你是投身到地狱里面去的，所以你这个苦果还是会围绕着你的。我们把的这条什么公司，其他都关闭掉的，那帮就说呢。等台了，那你养要嘛的便宜要的，现在这个国人的是联络要嘛的，国人的这个有那个现在个联络有人家养要嘛的，马是不来了我的。
然而，消除烦恼呢，就是刚刚谈到，你透过了闻思修三学，尤其是你透过了修持实修的时候，那么你就能够完全的根除你的烦恼，它不会有未来又会导致恶果的情况发生，苦果的情况发生，而且它对于你是有利益的。同时，你也不用担心说未来会不会又有其他的敌人找你来报仇寻仇，是不会的。所以相对来说，调伏自心的烦恼是容易的。空间是到这个的，我从那了这来的，所以高度不超过了，没有情况嘛些昂，你这社会同大了，今年没就钱，这是个人家务要的，这样都，东方他们这社会的，就了休息高度的，高度本来全部买的，全部买的，这了没有情况嘛些昂什么的。接着说，如血灸疗内，为除恶道苦，为修大苦行，无畏坚忍吧。那么这里举的例子就好像你要治疗你的内在的这种叫身体里面的各种的疾病，你可以透过了这种血灸等等的方式哦。那这过程都是需要去忍受的，那么需要去忍耐的。就像是治疗你的疾病，你需要这样子忍受各种的痛苦。那更不用说，为了消除恶道的痛苦，你更是要修持大苦行，无畏的坚忍。所以说，如血灸疗内，为除恶道苦，为修大苦行，无畏坚忍吧。他这种啊，你这样大概是过来嘛的，那从什么叫动啊了？手多了吧，除了啊，大这国民党跟长华党也吵完了，是不？东汉这样手多要嘛的。现在那从什么叫一下说东西看这个水土过来的，对了，那这把他车上东西水没得，那从什么东西就准那天这边嘛是不出来的，看这个水土过来出了啊。接着，于出眼前苦，汝尚无力受，得成三恶苦，实乃痴妄吧。那这里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眼前经验到的各种冷、热、饥渴的痛苦，你都没有能力去承受，还说自己能够得以承受三恶道的痛苦，这实在是痴人说语啊！这实在是痴妄的一件事。大概就把那这也没得人先没到那上去差不多了是吧？也到多吃了啊。大概就把수점送没得吧？那年这样也不过没得吧？那年前呢，没有那样偷个嘛的，那上街的看人少，当偷个嘛的，他说我那学个英什么到吃了啊。以汝之德性，人生已难得，却思成佛果，自视过高吧。以现在你的各种的行为来看，那么你没有持戒，也没有修持禅定等等，那么人要再次得到投生为人都很难了，你还觉得说我可以成就佛果还觉得自己是修行人，那这真的是自视过高了。当时没有人不是你把它搞啊，逃吧了，逃吧呀，我的门道我等于说呢。前期我们看我们推那啥子送度，这个家伙什么的，几个的。前期这边给我了介绍也让我们相信，前面来了中队那，另外有好东西啊，这样看我们推那啥几个度，真的这么这么推几个，这样有个什么的，哎呀。接着，暇满人生宝，实难却已得，莫令虚度故，得偿宏愿吧。那这跟之前谈到的内容差不多，文字不同而已。接着，他人所行善，时常随喜，欲行不当时，守住身口吧。那这个也是之前大致有讲到过，就不多说。到现在就把这是怎么做的，我怎么用？他们还有问题了，他做没把人东西也昂些。怕这些我等我这么讲了，一他们他做过的，对了，东西昂爽。接着，消自他障或共不共成就，本尊之念修，莫虑精进吧。那这里提到的观修本尊的念修，这个是能够消除障碍跟得到成就的方法，所以不要怀疑，莫虑精进吧。三界王婆你把你那边有老人言了。那你朦胧这不当，你觉得这天被他被送下啊？
당한도 남바 상제바에 로라 지난게 뭐부 탐제게 나래 숙취슈 되었네.什么숙취我不知道你要嘛嘞。接着，千汝最向心，离诸恶境时，烦恼风旋故，束紧正念吧。这在佛教里面认为就是各种的事物，无论是外在、内在事物里面最有力量的，就是内在的我们的心。对的呢，面北呢，牛木北。왕도 멤버들은 죽었나? 얘네 동아를 로 제가 동시만 운영한 거 소그래. 所以，如果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心能落入到这种罪恶的这样境界的时候，那你会要领受很长时间很大的痛苦的。特别这个小黄鸡，你们没不都不干的，三个没法查可以，那些靠比如这些다 나도 퇴삼 공성 제거로 와. 퇴삼 공성만 퇴바장바 제대나 퇴네 퇴는 시제래. 그래. 내가 않고 네. 앞에 서비스 당 휴식부터 왜 말해. 퇴바장바라. 接着文教如漏仓，脑君实难挡，静心思修气，定解高楼吧。那这里是说我们在做闻思修三学的时候，如果仅仅是听闻教法，所以说闻教那这个力量是不够的，它如一个简陋的仓库是一样而已它是力量是不够，也不是那么的清晰的。혈강은 강보 도자마보 제가 강보 충충마보에다 디나라데 디나랑게 가지래 오는 주초초 도로소소래 내가 수소소래 이게 되는 바로 보고 다음은 알려주나 되게 송두고 말해. 所以漏仓它就是这种很简陋的一个大概1层楼的这样的仓库所以事实上它什么都挡不住的。如果真的烦恼的大军要入侵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这个漏仓给摧坏了。所以仅仅是听闻是不够的。特别的300권에 예배 땜부스 현다 냠로에 땜부스 권배권에 땜배준 세다와신도 원도체 삼바다 권배권에 원도체 샤나 해는데 저랑 내시 요함에 봐 배매 땜부지 그래 대 카르 비오함 카르 토모 강바베 도자 망보여 봐 토모여 봐 땜보여 봐 대나라 바로 그 다음에 원래는 샴내야 저리야 숨두고 말해. 근데 다 숨두고 그래. 바다양 밤에봐양 소두고 그래. 칼 비우듯이 무슨 所以我们必须要勤思跟修那么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思维你所听闻到的内容，让你所听闻到的内容更进入到你的心中，得到一种确信。然后思维还不够，你还必须要实际的修持，让你所领悟到的，你真正去体会跟领悟到你所思维的这些含义。所以你必须要去这样子，你思维修持之后，你就是建立起一个高楼了，你升起了定解的高楼。那这个高楼呢，是任何烦恼大军都没有办法入侵，没有办法伤害破坏的。那你看这个来，你不要，马上过来，你要么你肯定送啥都。저리야 송 찍버리 달라 눈에서나 되네 니람다 무교로 삼당하다고 되네 돈을 매봐 고야게 내가 강바다 배 연락 쏘고라 사람마다 방송하래 밀람도 그래 로 사람만 보통 요 말해 接着무교도 밀람도 그래那接着这里是人们却跳过了一个偈言所以讲到的是心腹中散，倦轻中气移，孤身不知途，旅人少谋罢。那在这里指的是说任何东西它有兴起，最后它也会覆灭，有富然后有积聚富有，但最终也会散去的。所以倦轻
终弃夷。所以孤身不知土，旅人少谋吧。所以我们其实就像是一个旅人，那么就像是在梦中一样的一个旅人呢。所以少做太多的各种这些计划跟谋略，好好的修持。民族对别啥说没，现在太阳牛这些，出来这样没联系，那农民就都点讲，大家讲说，下的人，出这个人，现在千万别打把了啪永住要的，的，这印度农民，然后们那电视广，然后们那忙的人都给我钱嘛多，别那参加作业，但我说给农合这样当小区嘛的。接着，不死无有处，不久必然至哦。也就是说，没有你不死，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你到了你就不会死亡的。同时，这个死亡不久它就会来到的。所以，你对于死亡这件事是无能为力的，你只能做的就是常念无暇吧。那这里的意思也就是你要随时不要放逸，那么都时时刻刻的修持禅定，或者多念经、多念诵咒语 Om Mani Padme Hum 等等，那么而不要到处浪费时间，到处闲逛等等，要不断的努力于善行。电解说的在话上，没送送去，东安你他让人咱们开业，我咱们送这里，我同学去。他没有电子学习个搞的了，叫我什么从不动啊娘当，然后那电都给对吧？他把就说当看这些，然后往家要的，那天你了什么要不东西昂送的，肯定他们什么要不东西昂送的。久久善道乐，或三恶道苦，如今尚可选，三思而行吧。也就是当你现在还有机会，你可以透过修持，或者你可以好好做选择的时候，你就要三思而行。就是你透过现在的修持或者不修行，你将来是要落入到三恶道苦，还是未来要得到长久的善道的快乐，这都掌握在你的手中。就说长当成马新人说明白的，那种东西永远就另外的话帮相些，那的了，让你准备别吧要，要些，原天没拿原多些吧，有些，所先我过的话，참先给原多是让个另一个塔些吧。人没天被人闹啊，而且接着狡诈欺狂伪偷盗几诸恶，咸为恶苦因，断恶消业吧。那在这里呢，狡诈、欺狂、虚伪的行为，那这里分别就是指说，譬如说透过各种方式，为了赚取利益而欺骗他人，而这种狂妄的行为、虚伪的行为等等那这都是恶苦的因，所以要消除它。那马新两把老说吧，明白了，那民众东啊就他们这帮小昂送的。偷盗及诸恶，咸为恶苦因，还有偷盗，还有各种总之恶行，这都是你将来导致恶道痛苦的因。那么现在的话有咱们的电线的话相对呢，如今了我要把那金属给了帮相，现在给的话去有咱们这，本通通写下来，现在给的话的。接着，此生乐顺习，若欲乐长久，尚可自主时修谈诸善吧。那么，今生各种的快乐，真的都只是短暂的。好了，我有个告诉，电视的台湾这边就，金巴拉说呗，给我出表的，在那梦想昂说。接着，若欲乐长久，尚可自主时，
也就是当你现在还有能力，还有自主的能力，可以选择是否修持的时候，如果你想要求得的是长久的快乐，那么就要修檀诸善，檀就是布施等等这些善行。那么这两个偈言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声闻乘、二乘的修持哦。那么在接下来，不好意思，刚刚前面的这两个偈言呢，它就是一个一般的，就是说止恶行善的一个内容。那么接下来的3个偈言，它指的是自己要求的从轮回中解脱。那么在接下来的偈言是：皆为周章患，唯有汝三宝，可信永无期，恒是归依吧。那么在这里所谈到的世间的一切，都像是周章之幻，指的就是都像是欺骗的这样一个幻影是一样的。所以真正真实的永无期，可值得我们信赖的只有三宝。코라 대화장 요 말이 가봐서는 야 대화 중에서는 요 말이 매망보 사샤버게 되네 매매 업당다와래 소 매망보 서르나 借着轮回无有乐，如人患庸仓，三苦八苦缠，思维过患吧。那这里就是谈到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轮回当中，事实上一丁点的快乐是都没有的，所以都受着各种三苦八苦的缠绕缠缚着。동안 손당 예지동 저리 동안 봐 손 당도 트이나라 뒤주시에디 동안 제데 kinyo마야 퇴래야 손디보나 독 사만도 대인직사래 공제야 시비 동안 통도 거의 동안 송어주나 동안 남아 예지도 해인도 거의 동안 주다도 공식앙 송도 所以轮回中是没有任何快乐可言，就像是你的三界就像是火宅一般的。那么这里也形容就好像人得到了这种痈疮是一样的，所以永远都是感受不舒服，感受到苦的。那这里有谈到三苦八苦等等，所以要思维各种这样子痛苦的果患。好，接下来我们花1分钟思维一下轮回中的各种痛苦。세상와라야 동안 해봐요 말이 거기서와라야 동안 말해봐요 말이 모르나란도와라야 동안 말해봐요 말이 넘주나란도와라야 동안 말해봐요 말이 동안 말해봐야 되네 너도 상예가를 다녀도야 所以思维一下，佛陀告诉我们的轮回本质是苦。那么你生活当中无论是吃一个东西，或者是穿一件衣服，或者是这个旅行，你乘坐交通工具，在车上，在飞机上等等，它都有各种的痛苦。接着你要思维的就是这样的苦。好呀，好嘞。你有两包，东方就更重来上你梦到，那边他们就帮把那些体用的公平昂，大德经这块的，牛把它写了几多几帮过来，这样倒霉吧，倒霉被东方一个团队帮过来。无取运苦因，乃业烦恼集，断以无我道，观涅盘乐吧。那这里是提到说，你必须透过观修无我空性的道理，而能够断除我们的各种业跟烦恼的这样子的集
还有无取运的苦因乃业烦恼集等等，这些都可以透过无我空性而将它断除。예, 동안 탐지 땡도 시, 딴 제메 봐, 동안 오해메 봐, 땡도 시, 대 연생 공비, 대양 시험들이 자주 송구도 대값도 검증 특사리, 양대 시험을 잡지 송구도. 那么，所以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偈言呢，在后面也有提到哦。那么要根除我们的痛苦，唯有的方法就是要修持这个无我空性的道理，这在后面也会提到。在些托那么叫人有，就是从他马边把有那些的共享，空巢生给他让听学养没个所要的，让给查了有这个trouble的，不要的那从这样没几个所谓的，就从在天天学堂工人了，这个不咋那么来把学堂共享什么的。再接的偈言是：嗔怒毁自利，亦令亲友悲。莫设恶语见，断除嗔习吧。所以这里谈到嗔心哦，它不仅是摧毁了自利，自己的利益，而且呢，也让周围的朋友、亲人感受到悲伤。所以莫设恶语见，断除嗔习吧。他有什么现在的，让讲吧，过来他话怎么应吧？다른 심지어 삼지 상세 고모토베 자화세바디 이부 침불람 세레 이부 침불。那么在接下来就不仅是说自己处理轮回，而是自他都要祈愿自他帮助自他都能够处理这个轮回，所以这就是大乘的一个想法，大乘的一个修持。나랑 섬진 송배나 내가 너 받아 동아면서 받아 섬진 송발이 랑기 냠라빠네서 랑기 유라 대화 칸데도 동아 초와 칸데도 telapani 랑 대화냐도 칸데도 동아냐도 telap야랑와 telapani 나하다 신탐지 냠바로 공지 앙지 등치 중당 코알라 타르고바 예미 념발 범시所以接着说，离苦得乐想，众生与己同，推己及人修，自他平等吧。那这里是说，自己和他人众生其实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所以要能够推己及人的去观修，就像是自己要离开痛苦，他人也要离开痛苦，自己想要得到快乐，他人也想要得到快乐，好好的这样修持自他平等吧。我在旁边嘛就被陈先生什么什么见了，旁边举办那什么台湾更帮人相当一些光样，我在马西忙中我什么这讲要嘛的，什么什么陈先下达的，台湾那什么帮呢，帮呢。대화당 된되게 참바 동아당 단되게 인쇄공표接着说，与往昔父母无恩三界众，断诸伤害心，观修慈悲吧。也就是其实三界一切众生都是对我们有恩的，过去生他们都曾经做过我们的父母，所以对我们是有恩的，所以要断除对于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众生的伤害的这个心哦，然后观修慈悲。甚至那么那些那不是个设备怕嘛心，突然这边假如那这样你他没多这。这个人也看那不过了，你讲那怕他妈的那个人，在天心头，上这个甚至他们这了，都在什么不过了，旁边不过了叫他个生要的，这从他甚至人那讲那上这他们都蛮有效的。接着说，伤害众生如加害独生子，诸佛慈父母，再难欢喜吧。
那么就像是你伤害众生，就像是加害这个诸佛菩萨的或者就像是加害父母的独生子是一样的。这个独生子的父母呢是非常的难过的。那么同样众生的父母是谁？也就是诸佛菩萨哦。所以如果你伤害了众生，那么诸佛菩萨众生的父母，他们是很难再感受到欢喜的。这样到多来种的，当面听了，对性昂起，他的来年龄的年下当基督念下的，他的来年下送下的。接着修行，我们有谈到在定中，还有在出定之后的生活中。接下来这个偈言谈到的就是在定中坐中的修持。所以说，轮回一切苦，皆由业烦恼以及我执生。观无我意吧。그게 동아로 탐지 레레 종아래. 레데 녀모발레 종아래. 轮回的痛苦呢，都是由业所产生，而这个业又是从我们的烦恼所生。녀모발에요. 나도 또 발레 종아래. 섬다 센즈바텔레 종아래. 再来，这个烦恼又是从哪里生呢？就是从我执而生。这种我执，它其实本质它根本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哦，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你却执着有这么一个我。所以，如果你真的去观察、去分析，你在你的身体内、身体外都找不到这个所谓的我是有存在。同样，当你去看你的心，过去、现在、未来，你也找不到有一个我。所以你必须要这个样子去观察你的身心，看它的无我。好，接下来我们就试着观察你的身体的无我。接着观察我们的心，事实上这个心也是无我，那么所以你找不到过去、现在、未来的心都找不到。答应那样，从前你当你的从来有嘛的，台当查了也。接着远离能所取，自心本无生，超越思维故，断除执念吧。那么也就是说，这里所谓的所取，就是事物、外在的事物等等。能取就是指能执的心，那么事实上这两者，你的自心它是远离了这样子的能所二执的，本无生的，它是超越思维故，所以要断除执念吧。而我们自心的实相，从圣义谛来说，它就是无生的。由于无生，它也就无灭。虽然显相上、世俗谛上来看，它是有各种的念起、念落，但是本质上、圣义上来说，它是无生无灭的。对吧？太阳它的落叶三三没吧？落叶三三没的，这个就白草啊，马英吧。
三岁嘞对吧？那么，因此自心无声的这样的一个本质，它是超越思维的，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你无法用言语去形容它的。对吧？对呗，其实呢，上报的这边有嘞，对呗，其实呢，现在当我们说给生活的话了，阳们呢，明白这个先过来，阳们呢明白这个先过来，明白你嘛都。现在呢，老人认识个要嘛，要么那明白这个，要么明白这个，太阳明白的明白样嘛明白。通常我们的心，通常我们的心呢会认为说，要不就是是，要不就是非。你无法想象一个情况，它又不是是，也不是非的状况。要么呢明白这个。要么对你抗阳没把这送，东菜拿他们抗阳没把这送，没把这个了，是老什么真给的？或者我们的心，要不就是觉得说，要不就是有，要不就是无。那么是无，指的就是它什么都没有，空空的，黑漆漆的一片这个样子。第二个我让这个。这个天把给，老台湾当查了吧这个要的。所以呢，这里说超越思维，就是超越了我们这样世间人、一般人的这种有无是非的这种对立的思维，二元的各种思维故。天咱们内陆的，杭州和有把马英把些，天天没把马英把些，天天里面一个马英把些，马英把些，这个是草莽不写过要的。所以，我们世间人的这种二元的能所二元的思维，要如何断除它呢？你就是不断的要从它非有，心的本质是非有，同时也是非无，同时它也并不是非有非无两者都是，或者是非有非无两者都不是的情况。天天有啥话题？那么我们不光上这个送过吧？天天3岁来查吧，多个话人把他天天送过来。所以佛教也说，这样子的一个自心的本质，它就是离系远离各种系论，它的本质是光明。那这是不容易知道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了悟的。送出去过年忙不送到台上，天天我们都不过被新堂修备，上街多些长堂。天天我家个有的陪用个上街下家土把呢，马预备。送给差了，其他个女娃来用，其他当天天个女娃来用要的，这个女娃同时忙不了，等一点，天天那路个就多过要的。而这样子一个自心光明的本质呢，你是无法透过就是一般的文字的形容，那么而了知的。你必须要具备的是在密言净土的金刚持所传承下来的有加持力的语言，还有我们释迦牟尼佛所传承下来的这样子有加持的各种的语言，才能够这种力量，才能够这种加持力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心。这个除了国内的就用他的两苗嘛的，挺上样，那是国内路没有少，东西要的，这个你把它等。而这样子的加持的一种传承，至今从未间断，至今还有很多的修行者，他了悟到自心的光明。这个多把东西要的个，那样来唐伯把也多把了，啥有的点下面多别弄了嘛，不是话全部到位。所以他来唐伯把给多几天，我那种多差点对吧？这那样啥有的那都不一样嘛，两三种没得下多的，多把那个蒙古样地方去来用，你们想是两三种定个的，样的小两三种定个的对不对？样多那样个来看不起他要的，样生命学那都被定住的，样三种个样生命学那都被定住的，这认住的。
나도 다 망쳐 내 당고 바래 tem보시라 요 말이初学者之正，清晰而不定，莫随妄念风，所守正念吧。所以这里是提到说，对于这样一个自心的一种认识，一种了悟一种证悟，对于初学者来说，他是会有这种刹那的一种证悟的，但是呢这样的证悟它是不稳定的，虽然很清晰，但是它是不稳定的，因为随时又会有妄念升起，然后又散乱了，跟随着妄念而走，所以要随时持守你的这种正念。那么就像是有的时候无云晴空，但有的时候云雾一飘过来，好像又遮住了一切的太阳等等。망보고 땅 되게 제대되나 아주 휴글로 거저나 신념도 거저고요 내가 상저고요 아래 되게 좀 꾸려야 말해 所以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你的觉受跟证悟呢，它都是很微弱的，它很容易就被你的散乱，被你的这种妄念，或者被你的各种这种烦恼所牵引而带走，所以这里说就像是旋风一般的，你会被它带走。所以随时呢，你都必须要锁守，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正念。那么早晚无分的，随时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正念。근데 되네 나를 되네 가지고 바당 까담바게 공진 통해서 매망보나라 마티 되네 계속 망고쳐요 말이 그래서 샤라모 제인데 되네 남도 망보 샤르 남도 지 의문도 주고 뭐요 아래 되네 gond도 윤세요 아래 그래서 말단 해줘요 말이 所以你会看到过去的噶当派、噶举派的这些修行者，他们都是喜欢独处的，他们的话也是不多的。他们知道说讲太多话，或者是在大众当中待久了，就会影响到他们的修持。那么他们这种妄念的风又会开始吹拂，而中断他们的修持。나는 거기밖에 검색 가서 되네 라면 전화 곰티 똑바지라지 해라면 군들 이런 거대 랑 똑바 되는 사고 통보 야 원래로 가도 되네 리주랑 좋아해서 라면 군들라 되네 담사세네 미소 담책이네 담사세도 민이 손 되는 담고 시대와 담고 시대와 대책이네 다 그저 마시랑 시기에 시기를做起来 我是这样的 대마도 담자는 시기면 담자세니 미소 담세 민인 좀 된다고 담세가 어다 담단 두미기 담단 시기면서 담빵네 되네 저 되네 네 그저 마시랑 시기가 시기에 뭐스려야마 되네 대대가 로진도가 돼 또 볼롱을 먹고 타블라 되네 미소 담빵 와래 미소 담빵 봐인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噶举的行者那么他们一直上师修习修持的时候，那么都会花很长的时间跟随，然后真的自己实修升起正悟之后，那么才在上师跟前发誓说好，接着自己要入山继续去闭关，同时也会发誓说这个不与人交谈，然后不说各种无意义的话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传记里面记载的，就跟这里所说的是一样，莫随妄念风所讲的是一样的。맞아 삼삼라 상황만라 칼라사간도 소지 니레도 숨르시데 되네 사강그 구장가라 되니까저 세다 마시 이런 데 대와 되게 되는 열몽 폐결해 몸등에 되네 유로연야 냠도 그래 미소 땀대다 지죠 말이 공쟁이 되게 지죠 말이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时候我们会三五好友就会去，比如吃餐饭啊什么的。你看坐在餐桌上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东讲西讲，然后烦恼也升起了，然后各种妄念升起了，然后你的禅定也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所以过去的祖师们、修行者们是不会这么做的。배팅 잡아요래. 배려 두고 까마를 세계를 좋은 조조 숨이 미상 좋은 시간 타니로 송사래 되니 하고요 말해. 事实上是这样子，有时候餐厅里面大家一谈就谈了2-3个小时，那事实上人生你也这个时间越来越短暂哦。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就像是电池一样，你不断的在耗尽你的这个电池的电力哦，你在耗尽你的人生在无意义的事情上，然后离死亡越来越近。네, 야심부 지라랭도 되게 니가 좀 지란도 까방하면 대가서랑 동사진에 여 말에 나 되게 되게 냠도로 지라 누그리 되게 돈나라 야부 쓰러지 동서지라 방장나로 제세 所以，尤其各位，如果你已经是开始做这样子的禅定的，或者大手印的，或者各种实修的时候，切记的就是，不要多与人交谈哦，尽量的这个独处静语。那么过去比较不会有这个样子，这么的散乱，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但是你真的要好好看这些禅修的教言，都在告诉我们说，这个话多与人交谈，它其实是障碍你的禅修的，是很有伤害的。哎呀，人家说你路这样嘛，说的太先忙给他了，现在这样么说的。多少迹象？那如果从那康养出来要嘛的。接着，本性无所有，明明离四边，与无所住心，觉而无执吧。这里说任何事物的本质本性是无所有的，不真实存在的。这样的呢，他写大巴党切吧，那。나의 바다 멤버라 소베 타이시 당분에 잘와래 대라 시베가 타이시라 니사요 말에 네 되네 내루 돈당 돈바라 시바 대양 타이시라 인도당 잘와래 지시앙 本性无所有，明明离四边了，所以它是远离了有边、无边等等的这样子的四边的，所以以这样子无所住的心，觉知而无执的安住吧。就跟没啷有办法，点别我不这样的，没些那么我把先把马讲，他就他们这个那我同学当我找当天呢，那不了说吧天呢，那把那说的没啷都就忙着了嘞。밀람도 좀 봐도 죄송하네. 내양 유지견 줘봐래. 밀람이야 유지견을 정하래. 그 지과래. 이만이 뭐 지과래. 诸法如梦幻，本并无真实物，于诸无而显，莫太执着吧。那么我们现在你经验到的一切，这个城市也好，这个居住的环境也好，任何的东西也好，车子、房子，然后飞机也好，这一切其实都是因缘和暂时的一个显现，就像是梦中的事物是一样的哦。那本质上它并不真实存在。아 대단한 때 지금 제가 쓰고 겁니다. 다음 제 용 유지는 좀 찍바래. 삼나 저는 그 뭐벌 시바 좀 그래. 那么接下来我们试着短暂禅修一下，试着去想你现在经验到的这一切，就跟梦中的是一样的，都是因缘和暂时的一种显现，本身并不真实存在。没，他得了，我把它先把马想些，对，上个先把太阳，유마 이나야 유마라야 셴바쇼가 내가 요래 유마다고 임바 하고 나야 밀람다고 임바 하고 나야 셴바다야 고 유진의 송을 해 말해 대양 뭐 술다네 곰什么술다네 곰啊接着这里说莫太执着吧。那很多时候我们就算知道好像一切如梦如幻，但你还是放不下那样的对于这些梦中事物的一个执着，所以再接着你要
观看向内观看你自己执着的这个心哦，试着将它放下。也就是你内心的这个执着，它本身也是缘起的哦，也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要观看这个能执的心。这个这昂些，他这些了内陆团了，毛州也没那么推荐军队的，这边军队没落也，地方给了东西个昂，这咱们我东北人把它带呢，就当这个没落穷啊的。他要就嘛，他们那么多人把他带呢，就当这个没落穷啊的。这因为这把他们那帮，给我他们那做这些我的东西昂什么的。接着，实乃全无存，如梦中因果，幻业终不虚，止恶行善吧。那在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一切的本质是空性，就因为一切是如梦如幻，所以呢，这些梦中的因果幻业是真实不虚的，所以你还是要尽力的止恶行善。而且这两句话我们，现在说了好讲懂，懂么的。他那些个地方，那就包括，要我们那地方是吧？有的，当我就底下，基本上底下推到的这个要的吧。现在说了东西地方嘛是吧？我就确实把他们这个推到的这个要的，他了能听清些有什么的。接着忏悔习作恶，誓死再不造。这里也是过去，它不只指今生之前还有过去生，我们的可能造了许多的罪恶，那么我们都要忏悔，然后发誓不再造这些的罪业哦。所以这是所有行者每天呢都记得要忏悔的。到处扬州审计，你用了审计寄送度，那审计查来的，搞到把你脑上着一查的，扬州审计你没打过结果的，哎呀。接着说常皈依发心，就是很长都要做，不停的做皈依跟发心。你不给了梦想啊，这个不讲究身体的，这个你没影响的。接着行善对治吧，这样子的皈依发心的善，就是对治你的各种恶行的殊胜的一个方式。我不中国人这方面是想不能了，那就是我他们这了，身体我都同享。因为从中这样给我家乡不是就通跟对他的身体来点点我，身体的我那么都叫不这些昂爽的。接着说，纵使为小善，一结无尽果，回向30善，发心为首吧。那么这里提到的就是，任何时候要记得回向是很重要的，因为回向它能够让微小的善也能够开展成为无尽的善果。他这个昂就嘛个跑到给我出门，他们就做着，他们给这个的。所以到这里就是中善结束了。那么在最后的2个偈言呢，就是这个后善。骆驼那俺送动了更差的，那个我们不是托阿姨，他们在往中昂，他昂就对你嘛，对当学习人家们听说呢，人家东啊他们这当差了。所以这里说，如果你的心智、你的行持都如同上面所讲的内容是一致了的话，那么你就真的能够离开恶道的苦，得到增上身。他都这面上往那故事面一些现代的，我看见你那面那边那面上就做不昂，但是这样说来吧，他都这面跑下子在外上。出国龙骨，出国松，一些那把西藏店把他们考了呀，没那吧，是不是他们这个团队吧？考了呀，没那吧，这个过去托吧，2个人在吧了呀，没那吧，考了没通过的是不是个团队吧？那没上就做不昂什么的。接着就近2障除，3身4指缘，镇不住涅槃，无上菩提吧。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上面的这样子的修持，那么就能够就近消除你的2障，同时帮助你证得法身、报身、化身的3身，并且开显你的4种智慧。同时你不入涅槃不住这个
涅槃也不会落入轮回，而证得无上的菩提。也把藏卡拉公中的卡拉再也公布了这边，哎，轮学在你嘛，左手打出发音送。接着练心72劝至此圆满，后藏卡拉拱冲供书于卡拉扎寺。接着我们要回向，我们这一次讲说跟听闻这个课程的各种的善，要做回向。